继续关心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伫10月底时有针对减碳抑个再生能源这个议题，甲这因的诉求，寄予各县市的县市长的候选人，问因的认同程度。那今仔日是对外公布这人回应的结果。民进党和时代力量的候选人回应的比例上介悬，而且有回答的候选人针对因的诉求，大部分拢表达认同。支持友善环境候选人。大社会口号，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参 NGO 组织共同提出环保议题的诉求，交各县市长候选人，互因回答对减碳、再生能源、环保议题、公平参与等等议题的认同程度。以政党区别，民进党甲时代力量的候选人回答比率拢有90%以上，有回答的候选人针对大部分诉求拢表达认同。在一个气候危机的这个年代里，我想我们更需要处理环境问题决心的行政首长的出现。联盟表示，有一寡无回答的候选人也有提出环保相关政策，显示在全球气候变迁之下，环保已经是各党派拢有共识的议题。联盟表示，因也举办各县市的市政评量，追踪落尾各候选人的施行状况。县市政府民众环境意识的这个提升这个落实的这个情形都有到一定的程度。认同书基本上当然会给各候选人未来当选之后一个压力。联盟表示，根据以前的评量状况，6都的环保政策因为资源较充足，做了较完善，但是因为环保议题有真侪面向，亲像绿电议题就较歹势。因而伫明年举办研讨会，邀请各党选人参加，提供因施政方向参考。记者郭本条随台北报道。